大家文千万字，大家要看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咧讲谢天谢地好兄饭礼，意思就是感谢天地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日读做写诗雅写第7条。读写是读文音，写代表是咱心肝内对一个人真感激，咱讲是感谢。形容讲足感谢，敢若是要磕头甲人说多谢，咱讲是扣谢。另外，佫有开钱来做谢礼，咱讲是谢金。也佫有咱讲到求神来达成愿望，求神来行愿，咱讲是谢愿。也佫有答谢神明，保庇咱完成愿望，咱就爱谢神。讲话甲人感谢，咱讲是说谢，说多谢。也佫有接受别人招待，或者是帮助甲人感谢，咱讲是答谢。另外，这个鼻音读做食，像讲伫咱台湾姓食是真普遍的大姓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后谢，意思就是买卖或者是委托人完成任务了的尾款。另外，委托人先付的钱，咱讲是前谢，卖当讲是真金、定银、定金。第二个词读做谢绝，意思就是甲人客气来拒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做生意和气生财，大部分的头家对消费者拢是有买感谢，无买嘛说多谢。有时阵买了后，人客食好斗相报，也佫会介绍佫较侪人来交关，注文大笔的订单。头家会甲人客后谢，除非是后客才会谢绝买卖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写，这是文音；另外鼻音读做食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